Coinbase 嘅 CEO 布萊恩·阿姆斯特朗呢排嗰興奮樣根本就藏唔住，直頭就話加密貨幣嘅黃金時代就嚟啦。呢背後到底有咩故仔呢？時間翻到2月27號，美國 SEC 駁回咗2023年針對 Coinbase 嘅訴訟。要知喺對加密貨幣態度友善嘅特朗普政府影響之下，監管機構正走向對數字資產更加溫和嘅方向。呢個舉動好關鍵㗎，畢竟過去幾年Coinbase 同監管機構之間嘅扯皮就未停過。阿姆斯特朗禮拜二喺摩根士丹利主辦嘅行業活動入邊話，呢場民事訴訟嘅核心就係加密資產有無資格成為證券，仲直頭話係行業嘅巨大勝利。佢仲搞笑咁講，呢簡直就係公司營銷嘅超級助力，咁好嘅宣傳效果，使錢都買唔到。咁點解阿姆斯特朗對加密貨幣嘅未來咁有信心呢？喺佢睇嚟，特朗普2.0時代嘅政府對加密貨幣好友好，呢無疑就為行業立法創造咗絕佳嘅契機。佢特別指出，建立穩定幣監管係個好正嘅切入點。一旦有咗規則，穩定幣發行人就有咗清晰明確嘅操作指引，而且監管機構都應該講清楚邊啲加密資產算證券，邊啲算大宗商品，將市場結構呢塊徹徹底底搞清楚。就喺呢禮拜早幾日，阿姆斯特朗喺 X 平台上分享咗自己嘅觀點。佢認為美國嘅加密貨幣儲備，比特幣應該係首選，因為比特幣作為黃金繼任者嘅講法好有說服力。雖然市值加權嘅代幣指數可以保障公平性，但佢依然覺得淨係揀比特幣係最簡單直接嘅方案。